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妹仔 AYO。今日这个新的单元，我改号做歪理分享会。AYO 的 Y， 道理的理，就是歪理对。若是我有想到啥物主题，想要甲大家开讲啊，分享我的想法，我就会放入这个单元内底。今日要讲的主题是甲学台语的心态有关系，因为常常有人会问我讲，台语你要死去啊，要安怎？所以我就想讲伫遮甲大家分享一寡我的想法。要想讲是安怎要学台语正经，咱会先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安怎咱这个地球顶悬爱有遮侪语言。咱啥无要保留几个上强势、上主流的语言就好啊？大家敢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安怎？因为语言其实伊毋若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伊阁是代表一种文化。我家己感觉语言嘛是一群人啊，一个民族，因是安怎去熟悉这个世界、看这个世界的方式。搁较是一种艺术。你看这个地球这么大，大家拢住伫无共的所在，拄到的环境嘛无共，所以迄个语言内底发明的词就无共。因为咱的性格无共款，所以咱表达咱的感情啊，表达咱的情绪，也是看待事件的方式就无共。所以咱讲的话就无共款。这就是我感觉有时阵你就算翻译嘛，无一定会当翻译到足好势的所在，因为有时阵讲一个语言就是有一种气，对，迄种气口你无法度用翻译的物件去甲伊表达出来。语言其实毋若是沟通的工具，伊搁较重要的是后壁才会意义。所以一个语言若消失去，咱即个人类的世界就会愈来愈单一，愈来愈无聊。而且语言嘛是建立族群认同上基础的元素。即马有一寡有母语意识的人，咱会想要拍拼来保存台语啊、客语啊，还是台湾的原住民各族的族语，就是想要甲咱即个族群的文化，搁有咱对即个族群的认同，嘛共款甲保留落来。当然，因为咱大家人的生活经验无共款，所以咱对保存文化这件代志的感觉就无共款。有的人会感觉这足重要，有的人可能还袂去意识到这件代志，所以对保存文化这个议题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去行动，大家人选择的路线就无共款。其实我家己嘛是会频繁去学一个新的语言，不过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，我感觉台语有真侪足趣味的所在是咱唔知影，大部分的人拢无发现的，所以我会想要分享给大家，想要让大家感觉，你若是有兴趣，你就当得到一寡知识，安尼。你若是有兴趣，你就会想要了解更较侪，所以你就会家己想要去主动学习啊。我只是提供你一个入门的所在，就是甲你讲，这个物件袂歹耍哦，你敢要来了解一下，安尼尔。我想要让大家学母语的阵，迄种动力是足欢喜的感觉，毋是讲去学送甲你强迫讲你一定要学台语，无你就是无爱台湾。我无想要用这种感觉去强迫大家爱创啥安尼，因为大家拢是有选择的嘛，你介意啥物你就去做，你无介意就准拄煞。而且我家己是一个足爱耍的人，所以我感觉我若是甲这个物件耍甲足趣味的，边仔的人看到我爱耍甲遮欢喜，伊就会想要耍啊，伊嘛想要来参加，想要参与，讲这是啥物件，哪会遮好笑？伊就想要来看。安尼大家就拢是用一种欢喜的心态来参与。因为有这个欢喜的心态，这条路毋才会行会久长，才袂一下就想要放弃啊。其实抢救文化这种工课，伊本底就是因为伊看无一个实在的进步，就是我无可能因为我今日等这个影片去哩，来我就会当知影讲这个月台湾开始学台语的人，搁增加偌济人啊，无可能嘛，我根本就无可能会知影这种代志。毋过咱嘛袂当因为安尼就失志，只要咱有行动，豆豆做一寡代志，感觉就会愈来愈踏实。我家己的观念是，咱有遮尔侪灵魂来到地球，进行咱这世人的地球旅行，想要尽量好耍啊，尽量去体验一寡你想要体验的代志。当然，咱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互相交流啊，互相付出。我伫遮就是分享我知影的想法互恁。搁有一个心态是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有足侪人有时阵会甲我讲，多谢你的付出，保存这个台湾的文化，就是爱靠恁遮的人啊，安尼。其实我拢会想讲，莫安尼讲，请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因为保存文化毋是敢靠我尔呢。这件代志应该是爱全部的人，愈来愈侪人有这个意识，来投入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文化伊就会继续传承落去啊嘛。常常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要做啥物才会当甲咱的母语保存落来？其实真简单，我感觉上大的关键就是一个语言，若是有人继续咧使用，这个语言就袂死去。其实这件代志是咱拢会当做的代志啊，毋是干那我伫遮伫
讲台语，伫讲台语，即个语言就会传落去呢？是爱大家人拢爱安尼做呢？安尼即个语言毋才会当一代传一代传落去，互咱的子孙。可我一个人是无法度呢，我若无生囝，怎啊传袂落去？安尼我压力有甲伤大吧？话毋是你讲嘛吼？啊，恁敢知影？其实伫国民党来台湾进前啊，差不多60、70年前的台湾，大家人大部分用的语言就是台语，也是讲你的母语。所以只要你有一点仔想要保存文化的心，你想要斗相共，你会当做一件代志，最简单就是你用华语做的代志，你拢会当用台语做，因为语言就是对时代咧进步的嘛。啊，无像讲20、30年前的台湾人，因哪有人会知影讲滑手机，即个滑手机是啥物意思，对无？啊，因为迄个阵就无即个物件，所以当然嘛无即个词。同款的道理就是，咱若有咧继续使用台语，咱就会因为时代的进步，新的物件的发明。会互伊创造新的词出来，所以即个语言永远袂有无够用的问题。无够用只是因为咱无定定咧用，所以咱无去创造新的词，尔对。只要咱开始愈来愈侪人咧用，绝对就自然会有新的词出现。啊，即个语言就会对时代做伙咧进步啊！这毋才是一个语言正常的发展。无论你是做啥物的人，只要你做啥物代志，拢会当试看卖，用你的母语去做，安尼就会对即个语言的保存真有帮助。像讲，你若做家运动，你就会当用台语教人运动啊。你若是做音乐的人，你嘛会当试看卖用台语写歌。我相信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咱拢会学到足侪物件。只要愈来愈侪人安尼做，啊一开始遐看无的人，伊看到愈来愈侪人安尼做，伊可能就会渐渐想要了解，啊凡说就想要去学台语啊。啊，这其实就是咱大家人拢会当发挥的影响。要恢复母语正常化，本地就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你看人用差不多50、60年的时间来撇开咱的母语，咱即马要甲伊恢复转来，咱当然就要用较侪时间来做这件代志。而且一个文化的建立本底就爱开足侪时间啊，这本来就毋是一个5年、10年可能就会有足大的进步。只要咱愈来愈侪人加入，愈来愈侪人咧做这件代志，就一定会看到成果，就会当互咱的文化代代生传。好，所以今日这个主题我差不多就讲到这。啊，你若有啥物想法，欢迎你伫下骹留话互我看到你的留话，我拢会足欢喜的，真正。啊，你若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你的骹甲我试一个赞，啊，搁有订我的频道，安尼以后我若有想到啥物主题，再来甲大家分享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